大家好，我係2A 班黃俊林。今次分享嘅係中國古代發明家。我今日介紹嘅係魯班。魯班係一位古代嘅發明家，出生喺春秋時代嘅魯國。佢嘅家庭係世界木匠，所以從小就對木工有濃厚嘅興趣。佢鍾意做各種各樣嘅木製玩具同工具，經常喺工作坊入面動手實驗。魯班發明咗好多有用嘅工具，其中最出名嘅係木腳同雲梯。佢嘅木腳可以令人更輕鬆咁切鋸木材，而雲梯就可以幫助士兵喺戰爭時攻城。佢仲發明咗木刨、曲尺等，呢啲發明對於建築同生活都非常重要。我欣賞魯班嘅實踐精神，佢總係努力動手去做，從失敗中學習，不斷改進自己嘅發明。除咗呢位發明家外，中國仲有好多出色嘅發明家，有時間可以上網或者到圖書館揾下佢哋嘅資料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